Hello， 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客家名路学院。我是今日主持人纪贤的。今日要为大家带来的主题课程哦，是客家人生内力的第一式。2020年开始，客家委员会办到的客家草药的比赛，透过比赛，让民众来了解你的客家文化。韩国哦，一个客家文化咧，让大家来感受到一个神法、注射的生命力。今日咧，你哋下嘅节目地位哦，最为大家邀请到嘅係2020年客家草药全国争霸赛嘅冠军刘雪玲主厨来到你嘅节目地位，让大家来分享一個代表性嘅客家特色料理，分別係客家草藥，還有仙草雞湯啊。帶領大家來去了解到兩出嘅客家菜，還有佢嘅 TV 嗰個變化，嗰個歷史係點樣片。佢接下來嘅主題課程咧，會分做4個部分。第一個部分，我來紹介劉雪玲主廚，佢用嘅開始到一個客家嘅小炒啦，拿到一個冠軍係用嘅開始嘅。再來第二個部分咯，就係為大家來紹介到一個客家嘅草藥嘅歷史又係用版型，韓國我來示範呢個客家草藥林馬下嘅草藥。好，第三個部分哦，我來示範仙草雞湯。韓國來講到哦，這個客家的醃製文化係用版型。再來第四個部分呢，就係用一個劉主廚佢嘅這個視角，佢嘅角度啊，來看到係用嘅啲一個有語言哦，然後一個客家嘅料理變落去啦，還有佢嘅經驗啊，一個特色地位，佢嘅烹飪的技巧，加到一地位係有係用版型嘅咧。嘅你今日啲啊節目地位最後會來大嘴鼓來講到了。今日啲開始進行料理之前，我哋先來邀請到客家飲食文化專家賴樹成教授。先為人來紹介今日課程嘅飲食文化重點，稍等下來就會由人嘅客家主廚帶領大家進入到客家料理嘅美好時光，讓大家唔單止認識了客家飲食文化，還能做到學到用嚟做出好料理。一下人就來開始今日嘅課程了。